如果你思維未到，你嘅收入100%會停止。當你明呢件產品咧，就由10萬做到過百萬。我哋好多學生都係 kick 喺10萬個位嘅，就係因為佢唔明件產品。我問你，如果你今日冇咗隻耳環，你會唔會死啊？唔會唔會。㗎嘛。但係如果你頸痛，你瞓唔着，你會好辛苦，係咪？啊，客戶嘅剛性需求就等於功能。你點樣為之對呢件產品做得到？你話 fuck，I need this product，點解冇嘅？呢個位置就係最好嘅產品啦。我了解嘅思維就係，you use your TikTok shop to test what goes viral。因為 TikTok shop 咧，其實咧冇一個人我知咧賣產品賣得特別好嘅，只係諗呢件事會爆流量，單價非常之低，賣唔到產品嘅，就算過百億嗰啲公司都唔係靠 TikTok 賣產品嘅。即係純粹係用嚟試下嗰個產品有冇人有興趣。Yes，因為佢最容易試到你嘅知識與格局。如果你思維未到，你停止學習，你嘅收入100%會停止。呢個係一門專業，呢門一個手藝，一個能力嚟嘅。